在今年的两会上，境外媒体首次可以直接来采访代表和委员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记者就遇到了几位西班牙的记者，他们要去采访江西代表团的人大代表，他们关心哪些问题呢？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。在今年的两会上，境外媒体的记者呢，首次可以直接采访代表和委员，而在往年的两会上呢，他们只能通过两会的新闻中心或者是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员代为联络，这让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呢感到了很大的方便，也激发了他们的采访热情。在两会采访的时候，我们恰好遇到了几位西班牙记者，正在采访江西代表团的人大代表。征得他们同意之后，我们也记录了他们的采访过程。西班牙记者采访的是关于三峡大坝的问题，中文还不太熟练的西班牙记者还需要中国助手的配合。中国现在能源主要都是依靠煤发电，然后这种能源结构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有不好的影响？如果有的话，应该是怎么解决呢？好多位记者的担心情况。这里头也有一个过程，也有一个随着技术进步的逐渐的效率的提高这么一个过程。由其他能量代替，特别是水源来代替，一大部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们问得仔细，人大代表回答的也很认真。不知不觉，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了。看样子，西班牙记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趁着他们收拾采访设备的时候，我们先采访了一下这位人大代表。您在两会期间是第几次接受这个外国媒体记者的采访了？我今天这是第一次。第一次哈。他们主要想跟您了解一些什么问题呢？他们现在提的一个就是关心三峡。应该说，现在通过这个10几年的建设，工程建成了以后，它的初期的运行的结果证明，这个利大于弊的共识是越来越多，工程的建设是成功的。主要是给他讲这个。这次两会上，对于境外记者的便利举措，也方便了记者更深入地报道两会，激发了他们的采访热情。这位西班牙记者这2天就一直没有歇着。我这几天采访的代表不少刚才这位代表可能是第5位或者第6位我觉得这是有一个我们一定要做的工作，因为要不然如果只是去那个人民大会堂听一下可能不够，我们还要说一说，因为我觉得了解中国不太容易，对我们来说有时候看最基本上的水平那样不够，一定要聊得多一些，我们可能的那个角度了解会好一点。在今年的两会上，医疗卫生和教育一直都是一个热点的话题。